你公開試咧都要考乜嘢？係。而家你公開試絕大多數嗰個筆試嘅內容咧，一個考記憶，即係你記到幾多事實；第二個考你嗰啲語文啊技巧或者語文技巧，你操過。所以凡親準備公開考試一定要操練嘅，唔係做 past paper 就係呢個原因啫嘛。即係你純熟到咩程度係呢個？喂，呢啲嘢係唔係其實對未來世界對人才嘅最主要嘅要求咧？咁係咪？多謝你收睇《香港拗緊乜》，咁又係K 林志恩博士同我曾鈺成同你討論下你可能有興趣嘅問題。今日我哋拗啲咩問題？我哋拗呢個人工智能嘅 AI 同埋教育嘅關係。咁講少少數字先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人工智能對於教學本身嘅影響非常之大啦。咁呢個係全球現象嚟嘅。咁近排都有啲香港嘅調查咧，就係教聯會做嘅。咁就即係關於老師究竟應用咗幾多 AI 喺教學上面咧？咁其實咧，大部分老師都答咧，譬如佢哋備課啦，即係會用 AI。咁可能係做 PowerPoint 嗰啲會用 AI 啦。咁但係咧就未進入到嗰所謂叫做教學嘅一啲核心嘅位置，譬如改卷，暫時即係大部分老師都係用翻即係自己改啦，就唔係用 AI 改啦。咁亦都咧，即係我有見到一啲外國嘅例子咧，就直情係用 AI 去輔助教學嘅。咁但係香港老師亦都話咧，即係比較少咁樣用。咁佢哋亦都擔心咧，學生會用 AI 去抄功課啦，或者將 AI 咧視作一個權威嘅，即係將 AI 入邊嘅資料咧就當咗一定係真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應用層面嘅問題啦。咁但係有時咧，即係我哋講 AI 嘅時候咧，都涉及一啲社會或者哲學層面嘅問題，就係究竟咧 AI 本身咧會唔會影響咗教育嗰個本質啊？包括就係老師同學生嘅關係啦。因為以前我哋好多時會將老師視作一個知識上面嘅權威，咁但係而家咧有 AI 嘅時候咧，可能好多學生都會選擇去問 AI 啦。咁另一樣咧就係嗰個考評嘅制度啊，即係究竟我哋應唔應該繼續用一個公開試嘅模式去考評嗰啲學生咧？咁樣種種嘅問題，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去拗下啦。究竟 AI 對教育咧有幾大嘅影響嘅？曾生你本身你教書教好多年啦，咁而家都有做即係繼續做學校管理工作。你自己點樣睇 AI？ 同埋你間學校好多老師咧，佢又點樣睇 AI 應用？嗱，我就都聽過唔少老師去介紹，亦都聽過啲專家介紹喺 AI 咧點樣用嘅所謂 AI 賦能教育嚇。咁即係咁有好多有好多老師咧用緊嘅咧，佢都即係講得好興奮嘅，即係覺得 AI 咧幫助好大忙。咁嗱，但係咧基本上嗰個你正話都講咗咧，即係出嚟即係介紹經驗嗰啲教師咧，基本上就係點樣利用個 AI 嚟幫佢做咗好多咧，本來主要用人手做，可能比較繁瑣嘅一啲工作。咁包括即係你講備課、準備 PowerPoint 咁，你俾啲資料嘅 AI 好快同你，或者啲行政工作啦，冇錯啦嚇，寫報告啊，寫報告就即係而家教育局好多報告要學校寫噶嘛，要啲教師寫噶嘛，寫報告咁又快又企理，即係咁嗱，甚至改習作，咁都有啲教師都用緊，而且仲話即係好好添，即係幫到好大忙添，因為佢 AI 咧就即係唔單止改，俾篇文佢可以幫你去俾分啊咁樣，咁而且咧仲俾好多評語，嗰啲評語係多到咧，即係我睇過一啲例子咧，嗰個 AI 睇完篇文寫嘅評語咧，比嗰篇文長好多，即係咁樣。咁仲有嗱，譬如數學咁講咧，咁俾好多題目俾學生做，咁AI 改即刻可以揾到晒個學生嘅弱點喺邊，或者係啦，佢嗰啲邏輯上邊度開始已經錯啦。係啦，即時個 AI 可以做翻啲補習題俾個學生，即係推送啲啱佢程度。冇錯係咁喎，咁樣咁即係嗱講緊呢啲，基本上咧都係即係用 AI 嚟取代咗人手本來要做嘅嘢。咁咧就係我嘅評估咧就係其實教學嘅內容係冇變，
教學嘅方法係冇變，評核嘅方式冇變，不過用 AI 咧就做咗好多嗰啲以前教師人手要做嘅嘢。咁就基本上即係我去過若干個呢啲即係有關 AI 嘅呢啲研討會啊，經驗介紹咁都係得個咁嘅印象。咁嗱，你都教書㗎啦，係你點樣用法？我通常都係我嚟做備課為主，但係改卷咧我就真係少啲用 AI 嘅，因為我會覺得咧，我比起個 AI 更加清楚嗰個學生佢平時課堂嘅表現啦。咁我會即係按住個 context，即係按住個學生本身嘅特點去俾評語嘅。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即係將來咧，可能我都會試下用 AI 嘅原因咧，係因為AI 咧，其實佢做到一點咧，就我覺得普通教師做唔到，就係佢將嗰個過程啊，即係嗰個學生做作業嘅過程呈現咗出嚟。因為而家我淨係睇到個學生嘅 end product 啦，即係最終嗰篇文啦。咁但係譬如咧，我有見到有一啲中學嘅應用咧，就係個學生先寫一篇文，咁然後俾 AI 批過，咁 AI 會俾一啲評語佢啦，然後佢就改第二稿。再改第三稿，去到第三稿咧，佢就交俾個老師睇。咁我老師咧就可以睇到啦。個學生透過同個 AI 互動咧，其實佢即係 improve 咗，即係改進咗幾多嘢。咁我諗咧呢一個咁嘅過程咧，如果單純即係從一個冇 AI 協助，即係從一個老師批改咧，就未必可以自己一個人獨立做到。咁所以我諗即係佢會有佢嘅效益同作用喺度嘅。係。咁但係嗱，對好老實講，即係而家都好即係都。唔少呢啲調查咧，去研究 AI 入咗呢個學校，或者入咗課室之後，學生嘅學習嘅表現係咪好咗？係，即係咪真係對嗱？你即係減輕教師負擔咁呢個即係一件，但係呢個唔係即係唔係最主要嘅佢嘅功能啦。咁就問咧就係用咗 AI 之後咧，學生會學得好啲咧？咁啊嗱，就係呢個問題。好啦，咁啊，剛才你都有提過。就以前老師就係嗰個知識來源嘅權威，咁而家唔係啦，學生有啲咩問 AI 啦咁。但其實呢樣嘢咧，唔係 AI 出現咗先至有呢個變化。其實有互聯網咧，根本就教師已經唔係唯一嘅呢個知識嘅來源噶咯喎，係咪？好多時即係嗱，即係我都有過啲咁嘅經驗啦。即係你教師講嘢，學生話。係咪真㗎？你即刻上網睇下先。呢個話唔係喎，老師 Google 話唔係咁樣喎，咁你講錯咗啦。佢即係已經即係一段時間，即係當即係互聯網啊，即係啲咩手機，即係咩呢啲即係程式冚唪唥，即係我哋啲青少年都用得好純熟嘅時候咧，佢係唔需要真係要由你教師嚟講呢啲資料俾佢聽嘅喎，已經係咁嘅喎。咁 AI 咧可能再方便啲，點解啫？即係你直情就問一問佢嘅題目，咁個 AI 就同你抄晒資料就講晒俾你聽，可能係咁啫。咁所以反為嗰個即係除咗話點樣去使用 AI 嚟到幫輕咗你，即係你剛才講嘅輔助你嘅教學，幫你備課啊，幫你出題目甚至幫你改埋卷啊咁之外，係咪仲有一啲即係深層次啲嘅討論？譬如 AI 嘅出現，而家我哋話如果進入 AI 時代嘅話，譬如學生要學啲乜，同埋佢點樣學法，同埋嗰個評核學生嘅辦法，係咪都值得要研究？即係 AI 係咪都會衝擊呢幾個方面咧？譬如學生要學啲乜咧咁？我成日就聽到啦，就話驚學生咧一依賴咗 AI 咧，而家就寫篇企理啲嘅文章都唔識啦。係喂，咁你又我又會咁諗啊，即管攞嚟拗㗎啦。既然 AI 寫得比我好，我點解唔用 AI 嚟寫咧？點解你仲要我嚟寫咧？你即係咁樣，即係等於人類發明機器，機器咧佢又大力過你，又走得快過你。咁你話喂唔得喎，我要用人手喎，唔係咧，一早已經取代咗啦，係咪？即係如果機器，即係好多呢個體力勞動嘅嘢，人手做到嘅嘢，搬抬咁之類，機器同你做晒啦。咁有乜唔好咧？你即係當時會唔會啊話哇唔得喎？用咗啲機器之後咧，咁你人咪變咗退化，咪冇力咯，咪走又走唔喐，抬嘢又抬唔喐咯咁樣。
冇人會咁樣講嘅喎。呢個討論咧有少少似咧嗰陣講話會考應唔應該俾學生，即係而家叫 DSE 啦，即係用計數機嗰個討論，係啦。咁啊，即係當然其實最終即係計數機又方便啲啦，又快啲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拗咧，即係調翻轉嚟拗就話：喂，你個學生唔可以唔識嗰啲原理嘅喎。即係如果你連嗰啲原理都唔識，咁你又點識用個計數機咧？咁即係正如而家 AI 一樣。咁當然啦，即係我諗個學生其實理論上都要有一啲嘅文字能力或者語文嘅基礎，佢先判斷到嗰個 AI 寫出嚟嗰份嘢個結構完唔完整啊，個文筆好唔好喎？係咪理論上都應該先有一啲咁嘅基礎嘅知識，先去到某一個階段係容許佢哋用 AI？但係咁啊，我覺得呢個基礎知識咧，就唔係好似你正話講咧係原理，即係話知道 AI 運作嘅原理，即係等於呢個計算機或者我哋嘅手機。我唔使知道佢原理嘅，我識用就得噶啦嘛，係咪？我識用就得噶啦嘛。咁嗱，當然呢個亦都係一個有爭議嘅題目嚟嘅。咁啊，第日邊個去設計呢啲新嘅呢啲設施咧？咁少數人可能要做，譬如話電腦咁。而家好多人即係電腦變成我哋日常即係常用嘅工具啦。但係有幾多人識得個電腦嗰啲運作嘅原理？有幾多人識寫？譬如話識寫嗰啲 program 啊！而家 programming 我有啲朋友本身讀緊，都發現自己即係中咗伏嘅所謂，即係因為本身就以為有用啊嘛，但係 AI 可以寫。冇錯啦，AI 一出咧根本就唔需要啦，所以即係嗰個咩 NVIDIA 嘅創辦人黃仁勳係咪咁講？你唔使學嗰個 programming， 你最緊要學識咩咧？學識點樣指揮個 AI， 即係你學識點樣去發指令俾個 AI 咧，等佢做到你想做嘅嘢，係咁樣嘅啫。咁嗱就係咁喎。咁你知呢個 programming 係一個好突出嘅例子啦，係咪？有一段時間我諗過去10年8年好多人都爭住學，而家真係取代咗都唔使喎。咁啊，黃仁勳仲講，而家我哋真進入一個新嘅呢個時代咧，就真係我哋靠人就可以指揮唔同嘅機器嚟到代替我哋做嗰啲嘢㗎啦。咁你唔使，即係可能少數人，即係譬如好似黃仁勳呢樣嘢，可能真係要學一啲 AI 嘅一啲基本原理。但係大多數唔使嘅喎，你識得點樣用佢就得㗎咯喎。咁所以學乜咧？嗱咁啊以往喺我哋嘅正規嘅教育裏邊，學校教育裏邊，其實好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即係語文能力啊嘛。語文能力、溝通能力，咁啊，同埋當然即係運算嘅能力啦。但係冚唪唥 AI 可以取代嘅咯喎。呢啲即係咁啲人講話秘書啊，嗰啲咩文字工作，我先排聽立法會而家阿梁君彥主席講，根本即係一用咗 AI 之後，好多立法會嘅嗰啲即係比以前比較繁複，用好多人手做嘅嘢。冚唪唥唔使 AI 取代晒，即係你將會議記錄變成文字咁執企理佢咁，好容易嘅啫嘛。咁所以呢度都連繫到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因為過去譬如世界銀行佢都出過好多報告啦，就係話究竟咩嘅即係核心能力咧喺將來嚟講係最受重視嘅。咁其中一個就係即係點樣去解決問題嘅能力啦。因為理論上呢樣嘢人係應該控制緊個 AI 去輔助佢解決問題噶嘛。但係譬如你頭先所講嗰啲 programming 啊，或者純粹語言啊翻譯嗰啲咁嘅技能咧，咁就變咗。即係叫做係即係冇咁重要㗎啦。理論上可能過咗10年20年之後，其實亦都唔需要即係人係完全掌握到呢啲技能，因為機器可以輔助到。咁所以即係呢個咧，其實頭先阿曾生所講話，究竟我哋教育係教啲咩咧，都聯繫緊佢將來個社會個發展需要，就係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我哋教嗰啲嘢同嗰啲學生出到嚟職場嘅時候，根本就係即係。即係 outdated 嘅佢嗰啲技術，咁呢個一樣啦。第二就係頭先曾生提到嗰個考評咧，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咧，而家你要去測嗰個學生咧，究竟學到幾多？因為考評有時即係除咗話叫區分成績好同唔好嘅學生，其中另外一個功能就係你都要知道你教完個學生之後佢學到幾多嘢。我都覺得係困難咗嘅，因為譬如啦，即係大學嚟講，我自己教啲 course 其實我都容許啲學生用 AI，因為講真你阻止唔到。佢用嘅，咁但係呢個問題，佢份功課咧，其實係有 AI 嘅輸入或者佢 AI 嗰個 input 喺入邊。
咁你即係點知道個學生其實係幾多係真係佢喺課堂學？幾多係 AI 學，還是已經唔重要咧？即係重唔重要咧？係啦，已經唔重要咧。咁樣咁另一個咧，我覺得牽涉到更加即係對香港教育制度衝擊就係嗰個公開試，因為亦都有啲老師講咧就話其實而家咧你用個 AI 學習咧，我身邊有啲朋友都係嘅，佢哋覺得自己透過 AI 去學嘢咧係仲快過就咁睇書，係因為 AI 係一種 conversation， 係一個對話體，你可以繼續透過即係輸入問題同佢互動。你係可以學到更加多嘅嘢，但係咧呢樣嘢咧又唔係好係我哋公開試考緊嗰個形式，因為公開試基本上你就唔可以即係用電腦嘅，你入去就係揾支筆去答，咁大家亦都答一式一樣嘅問題啦，咁就同 AI 嗰種所謂叫個性化學習又好唔同，咁所以我諗即係除咗佢係衝擊緊學校入邊嘅考評咧，亦都對於我哋一路行咗咁耐嘅公開試制度，我都覺得係有一啲嘅即係衝突喺度。冇錯。呢個咧係即係我完全同意，而且呢個我覺得係值得我哋去深入去探討。當然而家即係呢個係一個世界性嘅問題啦，即係各個地方就算有唔同嘅教育制度咧，都即係冇法子取消某種方式嘅統一考試，係咪？咁你可以講到目前為止咧，呢種統一考試咧，仲係評核個學生嘅比較公平嘅。嘅一個方式，好啦，嗱，咁你咁諗，你點解我哋嘅公開考試，好似你正話舉例嘅 DSE 咁講啦，係主要都要採取呢種方式咧，即係全體嘅考生喺同一時間，可能喺唔同嘅試場啦，坐低，就係去做同一份卷，係啦，喺同一個時間裏邊要完成。點解要咁咧？因為呢個係唯一，即係去到而家用我哋嗰啲能夠用到嘅嗰啲技術啊咁樣之類咧，唯一可以做到嘅最公平嘅一種評核嘅方式。咁嗱，咁我哋知道啦，有某啲科目，甚至譬如話你一個機構請人咁好多時都要面試嘅喎，係嘛？即係面試嘅時候咧，你所了解到、掌握到嘅呢嗰個你叫考生又好啦嚇嘅嗰個對佢嘅了解咧，係通過一場統一嘅筆試咧，未必一定做到。咁但係咧就因為咁啦，你要面試，你要有個人，有嗰個主考官直接同嗰個考生要對話，咁做唔到好多嘅喎，係嘛？譬如你話你真係即係如果就講呢個見工咁先算啦。譬如我因為我仲喺一間學校裏邊做校監咧，有好多時聘請新教師咧，咁我都要參加個面試見工啦。咁你喂，譬如有20個人嚟，你每人同佢傾咗幾耐咧？係咪啊？咁同埋你即係變咗你就有咗個人嘅主觀，可能佢第一印象出嚟俾你就已經造成咗嘅成見都唔嗱 AI 可以做到喎呢樣嘢。即係你試 AI 去負責見工，係啊，可以得嘅喎。唔係見工其中一個即係用一個你正話所講嘅一個即係叫做對話嘅方式，一個 interactive 嘅方式嚟到去做評核。咁我覺得完全做到喎。同埋有時你一個 interviewer 咧，你 interview 20個人，你去到最後會好攰，即係已經好有啲即係已經唔係好聽得到。咁而家就冇呢個。往往係你見第一個同埋見最尾嗰個咧，你個標準可能唔同咗啦已經。但你 AI 冇呢個問題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嗱呢個包括公開試，係咪都可以有嗱？當然咧，你公開試咧都要考乜嘢？係而家你公開試絕大多數嗰個筆試嘅內容咧，一個考記憶，即係你記到幾多事實；第二個考你嗰啲語文啊技巧或者語文技巧，你操過。所以凡親準備公開考試一定要操練嘅，唔係做 past paper 就係呢個原因啫嘛。即係你純熟到咩程度係呢個？喂，呢啲嘢係唔係其實對未來世界對人才嘅最主要嘅要求咧？咁係咪？譬如你記憶嗰啲，你真係隨時可以開聲問一下就已經出晒嚟啦呢啲嘢。咁你點解要佢一定要係叫做即係閉叫咩啊？閉卷啊！即係唔準睇書，唔準睇參考書，
就用嗰2-3個鐘頭就自己出嗱，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問題。但係似乎而家到目前為止咧，即係我都聽過有啲人都傾過呢啲，聽過啲專家已經都係流於空談。係，我覺得未係反映到喺個政策或者個社會討論嗰度。呢度我都想即係補充一個數字，就係我近排咧睇過，即係應該幾個月前嘅啦，即係 Microsoft 咧有一個研究啦，就係未來有邊啲職業係高危嘅，即係可以俾人取代。咁因為咧佢就用咗 Copilot 入邊一啲數據啦，咁其實佢就去對比究竟 AI 最擅長嘅嘢同埋人最擅長嘅嘢，究竟個重複性有幾大？如果個重疊嘅指數越高咧，就代表你嘅職業個風險越高啦。咁其中一個就包括政治學家啦，咁所以即係嗱，我讀政治，我都戥我有啲即係朋友驚啊。咁同埋我諗政治學家亦都涉及可能政策研究啲啦，因為我而家咧自己接觸嘅有啲人咧都話啊，我其實揾即係 AI 寫咪得咯，即係唔一定要有人去幫佢做研究。咁呢個其實亦都咧涉及嗰個社會咧對於某個職業個價值嘅，究竟即係你睇唔睇到機械同人嘅分別？因為如果人寫一篇嘅政策研究同嗰個機械，我覺得而家嚟講啊，即係而家我哋講緊 AI 未去到最完美，即係唔係講緊，因為有啲科幻片嘅 AI 係基本上佢係可以好準確地做到判斷，但係喺呢一刻嚟講，我都覺得仲係有啲分別嘅，因為即係始終 AI 冇人嗰個 context 啊嘛，同埋冇人嗰個即係佢可能係見過嗰個場景嘅一啲經驗，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仲有分別，只不過就係個社會睇唔睇得出，即係人同埋 AI 做嘅嘢係有分別啫。當然我講緊人嘅意思係人都會利用 AI 啦，咁但係人會有個 value added， 即係會有個附加價值喺入邊嘅。咁呢個我諗將來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討論啦，就係究竟我哋點樣睇即係人機合一所產生嘅價值啦。咁另一樣咧，我都想傾咧，就係關於嗰個即係曾生提到一點咧，就係嗰個點講咧，即係嗰個教學嗰個差異咧，即係我亦都覺得係 AI 究竟係會增加緊嗰個好成績嘅學生同成績唔好嘅學生佢哋學習差異啊，還是係會縮減個差異？咁點解我會提咧？就係因為我近排就見過一間即係成績唔係咁好嘅學校嘅老師啦。咁佢就話咧，其實佢唔係好想即係用呢啲咁嘅科技。就係因為咧，佢話其實個課時好短，即係一堂得8個字。其實佢大部分時間就係教曾生你頭先所講，教啲學生答題技巧，教啲學生語文同埋點樣去準備嘅公開試，基本上已經用晒課堂嘅時間。如果你要佢去加啲 AI 入去，其實對於嗰個老師嚟講，有少少所謂叫 leap of faith， 即係你俾唔到信心佢。點解我加咗之後，對於一啲成績唔好嘅學生，其實個效益就會高咗。咁但係咧，呢個都有少少惡性循環嘅位咧，就係如果我哋相信 AI 係可以為學習賦能嘅，咁如果成績好嘅學校佢有多啲空間去用，成績冇咁好嘅學校其實大部分時間就係用嚟補底嘅啫，幫啲學生。咁啊變咗會唔會即係個差異就有用同冇用嘅人嘅差異就越嚟越大？咁呢個即係所謂叫做差異性嘅問題，我都覺得係一個會衝擊到個教育制度嘅因素。嗱咁樣。你剛才舉嗰個例咧，我唔知道，即係同你講嗰位老師咧，佢對 AI 掌握得，即係對 AI 嘅喺教學上邊嘅個使用啊，佢掌握得點樣咧？嗱，理論上咧 AI 係可以使到我哋嘅教學咧更加個人化嘅，係，更加針對到個別學生嘅需要。就係我哋正話講過，佢可以不斷咁俾一啲練習俾個學生，然後即時就即刻可以知道，即係通過個學生喺嗰練習嘅表現咧，知道個弱點喺邊度，於是就加強啲嗰邊嘅嗰個訓練係咁樣。咁包括譬如你去公開試嘅嗰個練習，你老實講，你由教師嚟教學生點樣應付公開試，你都唔係淨係得個講字，你都要俾佢練習噶嘛。最好學習嘅辦法就真係俾啲即係啲 mock papers 或者 past papers 俾佢睇，俾佢做啊嘛。咁你做咗，你教師都要睇到個學生邊啲地方做得唔好，咁啊針對性嚟教佢嘅喎。AI 可以做到，其實做到。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相信 AI 咧，係可以令到嗰個教學係更加個人化嘅話咧，照道理咧就保底佢都做到嘅喎。當然我就唔會話，我就唔會好簡單咁講話佢會縮短嗰個差距。咁縮短差距咧，就意味住嗰啲本來叻嘅咧就唔
唔好進步得咁快，咁俾後邊嗰啲追啊嘛。但係可能大家都一齊進步，依然或者你有個差距喺處，但係大家都會即係同自己比咧，都會比即係唔用 AI 咧就會好好多，可能咁嘅喎。係，咁所以即係呢度亦都我諗涉及個老師嗰個即係支援或者佢哋嘅資源問題，因為好多老師咧都話唔想所謂叫為用而用嘅 AI，即係如果有一啲本身佢就咁教到嘢，你特登又要即係叫佢個學生透過 AI 學，咁佢哋就覺得冇乜意思。咁所以究竟 AI 點樣可以融入到個課堂，而唔係純粹為用而用咧？呢個本身其實牽涉嗰個課程嘅設計嘅。嗱，你話純粹為呢個有兩個層次。第一，如果有教師覺得純粹為咗而家全世界都講，即係話教功課要用啊，校長話要用啊，咁就要用啦。咁可能咁，但係呢度咧，佢可能根本就即係佢有個咁嘅感覺嘅教師，佢可能未曾搞清楚到底 AI 可以做到啲乜喎。係咪啊？你好簡單喎，如果你唔係純粹為用而用，你咪要知道 AI 做到邊啲嘢咧，係我作為一個教師一個人係做唔到嘅咯，你做到冇咁好嘅咯，咁我咪 AI 做嗰啲嘢咯。咁嗱喺呢方面咧，我認為我哋都仲係啱啱掂到啫，未曾真係深入去研究呢啲咧。即係一定要靠前線嘅教師、學校同埋教育部門，即係教育當局一齊嚟到去研究先得，先至做到出嚟。咁呢個係第一個，即係話教師即係話為用而用。咁啊，就再進一步嚟講咧，你因為我哋舊嘅呢啲評核方式，就係要求我哋即係學生都要做到啲乜，做到啲乜，係咁樣啊嘛。咁如果我哋真係諗到點樣培養我哋學生咧，有足夠嘅能力去應付未來嘅世界、未來嘅社會對佢嘅要求咧，咁可能我哋都要檢視一下呢啲即係評核嘅方式喎。如果我哋再係即係因循咁樣，就係一味 pass paper，pass paper 就係決定咗我哋教育嘅內容。咁啊變咗你訓練緊個考生咧，你唔係訓練緊佢嘅知識或者技能，係啦。咁點睇個矛盾指數啊，曾生？嗱，從呢個即係拗嘅角度講咧，而家呢樣嘢就冇乜大嘅爭拗嘅。係，即係而家似乎就冇乜嘢。即係當然有啲保留嘅，你正話都講咗一下啦。有啲教師就擔心呢樣咁，但係到目前為止，我相信都冇話一個好強烈嘅一啲意見喺教育界裏邊呢，唔得啊！即係唔好放 AI 入嚟啊，或者話 AI 根本冇用嘅，即係咁樣，唔會，大家都即係接受咗呢樣嘢㗎啦。即係我哋要擁抱啦，所謂AI 即係咁樣。咁但係因為同我哋正話討論嚟講咧，我就覺得去到目前為止，對於 AI 點樣賦能教學嚟講咧，都仲係好表面、好初步嘅嘢。咁到落到去嘅時候，包括有啲可能有啲牽涉到啲叫做 ethics，即係啲即係道德標準嘅問題啊。咁嗰啲可能就會有，都會有啲爭議。即係我哋如果 AI 真係咁有力嘅，即係咁即係能力咁強嘅，一件咁嘅嘢。如果即係話你正話亦都講過，道德嘅判斷咧，依然都係要靠人嚟去做。咁如果我哋將太多嘢放咗 AI 嗰度，會唔會即係呢度出事咧？或者佢帶咗我哋學生入咗去條邪路咧？我哋唔知。咁幾多分矛盾指數啊？我俾3啦，即係表示即係鼓勵大家都一齊去做。我會俾到4嘅嗱，我覺得頭先曾生講得啱嗰樣嘢咧，就係我都覺得而家教育界冇話去到一個即係所謂覺得好高爭議性，亦都我覺得接受程度係高咗。因為如果大家回想起2年前度啦，嗰陣啱啱 OpenAI
喺香港即係開始應用咧，嗯其實有啲大學咧就劈頭就唔俾用噶嘛。咁而家就少咗出現呢個情況，話完全一刀切唔俾用嘅。咁但係咧，我都覺得即係 AI 佢始終會影響嗰個教育制度嘅本質啦。即係除咗頭先講嗰啲考評之外咧，另一個咧其實亦都同嗰個階級或者貧富懸殊，亦都會反映到喺個 AI 嘅應用嗰度。因為大家都知，即係付費同冇付費嘅 AI 版本本身，即係得出嚟嘅答案已經會有分別啦。咁同埋頭先所提啦，即係嗰個對於嗰個師生關係，即係老師點樣position 自己個位置咧，即係究竟老師佢都係一個知識傳授者啊，還是其實佢只係其中一個知識傳授者啊？咁我諗咧呢個同當初互聯網啱啱出現咧，即係對於個教育個衝擊，可能 AI 會更加大，因為 AI 咧始終佢梳理得好快啦，啲答案亦都好完整嘅，即係睇落去。如果係一個資訊素養唔夠嘅學生咧，佢就咁睇咧，佢可能會好容易盡信咗個 AI 嘅。其實有時我都會反問翻 AI 啊，你呢個嗰個資料來源喺邊度咧？其實原來發現佢係錯亂啫，其實係唔知喺邊度嚟，根本冇呢份嘢咁樣。咁所以可能嗰個即係資訊素養嚟講，對於而家嘅學生即係比起以前更加重要。同埋頭先曾生提一點啊，就係嗰個核心嘅技能培養上面，究竟我哋而家點樣追上即係將來即係呢個社會需要嘅技能咧？咁有好多種種唔同嘅一啲道德啊、哲學嘅討論喺入邊嘅，咁所以我會俾到4分啦。咁啊，唔知咧大家點樣睇 AI 同教育嘅關係啦？咁歡迎咧繼續留言啦、like、share 同埋 follow 嘅。下個星期再見，拜拜。拜拜。